今屆世界盃打到最後，只剩低兩支巨人，西班牙同阿根廷。講真，呢場係一場時代交替嘅對決，一邊係 Messi 最後嘅世界盃衝冠，另一邊係新星亞麻帶住嘅青春風暴。如果睇數據，西班牙今日表現得相當穩陣，中場控制力強到誇張，對法國嗰場完全壓住踢，賠率都將佢哋推到大熱位置。好多 AI 模型都話西班牙贏面更大，甚至預測佢哋會以2-1或2-0攞下冠軍。但阿根廷都唔可以睇小，佢哋今屆雖然踢得有啲起跌，但每次關鍵 moment 都能夠頂住壓力。Messi 依然係最穩定嘅靈魂人物，Lautaro Martinez 同 Enzo Fernandez 都係能夠一擊致命嘅球員，所以冠軍會係邊隊？如果用腦去分析，我會話西班牙，佢哋嘅中場優勢太明顯。但如果用心去感受阿根廷嘅故事性 ，Messi 嘅最後舞台真係令人好難唔支持。最終結果可能係理性指向西班牙，感性壓住阿根廷。無論點，決賽當晚一定會係世界盃上最經典嘅決賽之一。你又會揀邊隊？留言話我知啊！